今年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年，大场町的渭水夜站特别甲协会的创立者蒋渭水的展览心急，结合上最新的科技4D 技术，让蒋渭水回来到咱的目睭前。看起来我做了一件大事哦，因为定出力，所以我定称呼我的警署也是家乐为留下。画面看起来就亲像蒋渭水本人参与讲话，这是台北市文化局最近甲文策院等单位来合作，伫大场町渭水驛站上设展，杀出来上新的4D Muse 影片，让民众体会甲历史人物互动的感觉。感觉可以看到蒋渭水先生来这个展览的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拢总有5个点，你用平板来看的时阵，会当看到伊的影像出现。直接甲你导览，甲你讲这段就原来就是讲我什么故事，迄段原来就是讲我什么故事。文化局请来蒋渭水先生的干仔孙扮演阿祖，民众看到立体影像，就亲像蒋渭水咧介绍伊家己，内容包括深入台湾病院的初心，参与社会运动，创立日本时代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，搁有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等等，让民众搁较了解这位台湾文化启蒙的前辈。因组织这个文化协会，4个去做演讲。去推动讲，咱台湾有啥物款的文化？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啥物知识？有啥物思想在发生？互咱台湾的人民拢会当了解这个代志，了解讲咱是台湾人。柯比辉表示，今年是文协成立100周，渭水驛站伫去年9月底就开幕，特别选伫过去台安病院的旧地址，嘛是推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边仔，就是希望互更较侪人通了解蒋渭水的精神。21世纪的台湾人，请继续加油！再会。记者陈雅文、陈保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